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3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744个本土病例，是疫情以来上侪记录。今仔嘛增加3个中度的病人，拢是有注疫苗的老大人。台北市劳动局长陈信如因为常常请假，即马又搁因为特别会引起争议。中道传出市长郭文德讲已经提出辞职了。美国纽约地下铁昨一个查甫人伫车厢内底乌白开枪，造成几啊载人受伤，嫌犯逃走，目前警方的抓人。新闻台来看，咱过来今仔新增加744个本土病例，是疫情以来上侪记录，有189个境外病例。虽然是无死亡案例，也毋过增加3个中度的病人，而且拢是有注过疫苗的老大人。另外，针对停课标准的争议，指挥官陈时中冇搁再提出回应，来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的病例那是增加了744例。那境外移入的189例，3位这种增加的那个都是中度那年龄都是80几岁，2女1男，那有2位打过3剂的疫苗，那1位打过2剂的疫苗。如果有密切接触者，那要停1到3天，那先来做相关的疫调，然后跟相关的检查。如果检查完那些接触者都是阴性，那当然那个班就不需要停。如果检查是阳性，那一班当然又进入是有其他班上都是密切接触者，然后再来重启一个这样的一个接触的疫调。所以大家明白，并不是说这样子做就把它叫做整个都放宽，没有，那是用更精准的一个调查，然后把确实需要隔离的人来隔离，那避免不必要的停课太多，影响到学生的受教权。教育部昨宣布讲，全校有1/3的班级，还是超过10班以上有确诊的案例，全校才需要停课。这个新的停课标准引起真侪批评，有一寡家长认为讲，12岁国小以下学生拢无注疫苗，放任标准是真危险哦。教育部长潘文忠早起佮表示讲，因为国小停课，其中一个家长就爱伫厝里来照顾，影响是真大。部长嘛呼吁各县市唔免过度反应，增加家长的负担，嘛去影响到学生的受教权。学校停课的标准放令，高中以下的学校1/3以上的班级，也是全校10班以上停课10天，全校才会暂停现场上课。教育部甲部长潘文忠的面册，拢有真侪家长去批评，认为12岁以下的囡仔无疫苗通好做，放任标准会危害到全国学生囡仔的生命安全。国小学生我觉得应该是跟国高中要脱钩，因为这个法实在是定得太宽了。你等于1/3的班级10班以上，那如果这还未发现的确诊者还在学校的时候，国小的学生都还没有接种到疫苗。部长潘文忠早起接受访问的时阵表示，伊即卖防疫，鼓励确诊者去过的所在，找到密切的接触者，这是避免疫情短期传开的关键。若是照原本的标准，学生却袂得到停课，小学生什么人来照顾，这是上大的挑战。停止实体上课后，家长同时一定要有爸爸或妈妈能够在家里来做照顾，这是一个最大的面对一个挑战。虽然可以因地制宜，但也不必因为过度造成家长很多的负担，或影响到学生的受教权。因为分林南投甲台南，暂时无要对中央的标准来行。潘文忠就表示，个别的地方甲学校若有特殊的考量，就要甲教育部的应变小组参详了后才来实施。也若是全教总是认为讲，中央甲地方的标准爱相同，学校才袂杀无涨。那如果是跟中央这边讨论，中央觉得 OK 的，那当然没问题啊。那如果是中央觉得不 OK， 你地方硬这样子做，那我觉得他们的协调机制就产生问题。一寡小学生的家长对新的标准真不满，国民党开记者会批评决策无够周至。即阵停课的标准敢会阁调？潘文忠表示，爱成照指引，了解个别的需求了后，未来会看疫情的发展，指挥中心嘛会密切注意，若有必要会随时调整。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昨宣布新的停课标准，也毋过云林县长张丽仙昨暗表示讲，云林县国小以下的学校要先维持原本的停课标准哦。今仔早起，南投县嘛表示，要甲云林县同款停课的标准，暂时先无要放令。教育部12宣布停课新标准，不过因为12岁以下囡仔还未注疫苗，云林县长张丽仙紧急宣布讲，县内的国小甲幼稚园未用新的标准，会维持进前的停课标准。
基本上12岁以下，我们到目前为止一个孩子一剂疫苗都没有施打我想这是一个高风险的情况，而且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我们几经讨论以后，我们还是认为还是谨慎为妙了这个传播力真的很高，然后如果可以严谨一点，是真的还比较不错啦。至少我们县内的不要让它大爆发。婚姻管护表示，国小和幼稚园维持学校有一个人居家隔离，全班停课1天消毒。那2个人以上居家隔离，全校预防性停课1天到3天。那1个人确诊，班级停课10天。那2个人以上确诊，全校停课10天。南投县长林明珍也伫13透早表示，会比较婚姻馆的做法。这学生如果确诊的话，没有疫苗可以注射是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还是跟张县长一样同样的脚步我们确保学生的安全。婚姻管护讲，随着这波疫情影响，最近县内有15间国小、4间国中，各有5间高中职，计共24间学校捌预防性停课或者是停课。虽然教育部放定停课的标准，不过12岁以下囡仔无注疫苗，才会采取较严格的措施。然而，国中甲高中以上会遵照教育部新的停课标准。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疫情滚价，指挥官陈时中嘛讲，月底有可能一日就有上千例本土病例，一日超过上万例嘛是有可能有医师是认为讲，咱台湾疫苗注射率真高，应该袂亲像南韩还是香港这么严重。也毋过毛医师讲若是入境毋免隔离，就等于是放零防疫，确诊数有可能会大量增加。本土疫情伫各县市滚价，确诊数这几天拢突破新悬。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无排除到月底，估计确诊数可能超过1000人，也无排除未来会超过10000人。这是有可能。那我们看看这疫情的一个发展。那现在还算是一个比较初期的发展，整体的曲线还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不过目前来讲 ，RT 值了大概是2.0，那所以它发展还是会很迅速。有感染科医师认为，若国内落实防疫规定，确实做好适当疫调隔离，无得甲确诊增加速度会较慢。所以月底是毋是超过1000人，有关保守认为爱国观察。由医师表示，国内疫苗第3期注射率已经到50%以上，第2期也80%以上，所以无可能发生南韩或者是香港确诊暴量的情形。我们是不太可能出现像香港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也是从老人家开始先打的。那所以我觉得在不管死亡率或者说最高峰等等我们应该都比别的国家都还要来得安全许多。李炳英为医术的角度来看，认为若采取一种免隔离的措施，因讲是放弃防疫，这会让确诊数量暴增，对医疗量能也是一大冲击。我们看国外的经验，就是说，如果你完全放弃大部分的防疫的一个措施，那也没有做积极的一个个案的一个筛检或者是接触史的一个调查的话，那每天破案可能是很快就会出现。对陈时中推测6月底这波疫情应该行到尾，李炳英认为疫情收尾要2到4个月时间，那防疫措施无落实，也可能需要更较长的时间。目前政策慢慢用放零的规定，和疫情就算有相关的措施，速度也未上紧。记者综合报道。针对停课的规定，新北市是表示会请学校安亲班来做准备未来看社会风险来评估是要继续上课，还是要改做线顶上课。我们要考虑健康的因素，有没有打疫苗2剂，也要考虑经济因素，家长有没有办法照顾，更重要学习的效果。所以由我们的校长当总指挥官来做好防疫以及学生的居家照护，来评估低风险，我们就采取实体上课。然后市长开的会的时候有讨论说，请学校再去跟我们学校内有校长协会、有家长协会、有相关的会，大家来去再讨论一下有关学校内部配合的作业，他们的意见是什么？因为中央这个意见显然是并没有争取我们直接地方，尤其是直接在执行的学校的这个意见。台北市今日采取中央放零的停课标准，早起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伫网界社会主体开工典礼是强调讲，佮需要跟学校来沟通今仔早起台北市长郭文德虽然嘛有出席活动，也毋过伊并无公开回应任何的问题。
再来看这波已经有200多间学校停课了，汤圆昨半暝佮增加来学生佮一个老师胃着病，因为拢伫无共款的学校哦，其中有4间学校就以昨公布的新标准，所以唔免停课10天。汤圆嘛决定讲要针对高中、国中、佮国小所有的老师学生来做体检，快筛若是阳性，就随做 PCR。学校大门锁起来，袂当凊彩一摆。新冠疫情一直烧入去校园，桃园市12半暝增加6个学生，一个老师染疫，无得按好。包含4校拢向教育部申请停课，免全校停课10天。有家长表示烦恼，会为学生加请几工假。就是很担心，而且年轻人现在都上12个小时，然后也不能帮他们，然后我们阿嬷又不懂这个电脑，就很困扰了。因为疫情这样一直爆发，蛮可怕的，还是会担心啊，多少都会担心一些。对、啊，所以即使可以上课，还是会想说帮小孩多请2天假之类的。对啊，再看一下状况这样。确诊个案一直增加，桃园检疫师生数有102人，超过100人。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教育部甲指挥中心制定新的停课标准，大原则是无风险，才能缩短停课时间。我想不是一成不变的。那意料的结果，像跨班活动，假设他的足迹真的很多，那他有2个人以上，那也有可能会全校停课。郑文灿也表示，为提升学校防疫安全，决定针对高中、国中甲国小校园类普筛，包含老师职员在内，差不多28万8,000人左右。若快筛阳性，就马上后送到采检站或者是病院PCR检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苗栗头份斗环平野区有一个接受教育调查后被军人昨暗确诊哦，卫生局扣了451个人做 PCR 加快筛，加载拢是阴性，有50位密切接触者先登去厝邻居家隔离。国防部是表示讲会全力来配合防疫，野区嘛已经大消毒了。苗栗县斗份斗环平野区门口一切如常，但是12号暗时，军方接到通报，一名接受教育调职的后备军人，甲确诊者有过接触，卫生局透暝安排 PCR 采检，确定阳性确诊。他是在我们4月11号录影的时候，我们有快筛，他是阴性，但是后来昨天有接到苗栗卫生局通知，他跟密切接触嘛，所以我们昨天就按照卫生局的指引，有送到医院去做 PCR 的检测了，按照那个隔离、消毒、分流、分仓这个作业。这名后备军人11号入营的时阵，快筛是阴性，但是12号苗栗县卫生局通知甲确诊者卡列灯塔送医 PCR 采检是阳性，卫生局马上为营区内底50位密切的接触者、212位公体非密切接触者进行 PCR 采检，佮扩大为公营区189人快筛加在拢是阴性。后备教召人员是外县市的一个确诊者，在4月11日呢入营。那卫生局呢紧急的安排医院呢连夜进入到营区里面呢进行采检，总共采检了262位，其中呢都是阴性，其中的50位呢我们列为居家隔离者。苗栗卫生局表示，50名密切的接触者全部拢爱做居家隔离，会启动防疫客停车甲防疫巴士专车来送登去家乡接受隔离。国防部是强调，会全力来配合卫生单位指引防疫。目前营区已经完成消毒，部队的训练无受到影响。记者苗栗报道。昨暗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的中和病院门口有真侪排队等要做快筛的民众，嘛，互附近的民众是看甲真紧张。今仔早起病院出面说明哦，讲是因为病院有确诊者捌去过，所以调回将近1000个员工来做采检，结果是拢是阴性的。高雄市政府今仔早起嘛宣布讲，今仔有5个确诊者，有可能是拢是甲歌手阿妹台北小巨蛋演唱会有关系，所以嘛呼吁讲有去过演唱会民众，就要赶紧去做采检。一群人伫4月12半暝来到高雄医学大学门口口排队快筛，代志汹涌发生，也互附近的住户有淡薄紧张。质疑讲是毋是病院内底有人确诊？高医证实讲，调集工作人员回来做 PCR， 主要是因为确诊者来过病院。在晚上进行了大概900多人次接近1000人次的筛检。那我想到非常欣慰的就是全部都是阴性。病院表示，12暗时接到通知，调集将近1000人回来采检，结果出来所有人拢是阴性。
不过高雄市府透早也紧急通知讲，歌手张惠妹初六、初八伫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出现5例感染风险，和演唱会有关系，呼吁参加过的人拢爱来体检。这部分我想，就我了解不一定有关系，但是确实的情况，我想还是按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或者我们主管机关的发布。我原来带咯，带袂带？安怎讲？我就讲你讲安尼，就我会当然会惊惊咯。OK 啦，OK 啦，而且医院的防范应该是做得很周全哦。除了高医以外，高雄市乡台也派人消毒，因为有警员的老爸专职检疫所的工课来确诊。市乡台表示，这届消毒是因应疫情才做，台队是无人确诊，未特别说明。不过该做的防疫拢有做好。记者综合报道。按照规定，民众伫个居家隔离还是居家检疫是袂使出门哦。也毋过，家人有一个查甫人讲伊喙焦，就行出去要买凉水，结果半路就拄到警察，上少是爱罚伊20万，上侪是当罚伊100万。关键徛在机车技术边仔，特别是违反规定的违规单，对明明应该伫居家隔离所走出来买饮料，查甫人开罚。我们打电脑，我们一直打出来是居家隔离对象嘛，对不对？没有做好，所以我们一样开给你这个违反同样病防治法的通知单。查甫人讲，因为天气热，想要啉饮料，才会走出来买，想袂到无买到饮料，就因为行踪可疑，互警察发现。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居家隔离或者是居家检疫的人禁止外出，违反规定会罚20到100万。途经流民传入时发现一可疑民众随即上前盘查，发现该民众是居家隔离检疫对象那同仁当场依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制单以卫生单位来裁罚。关键在防疫期间，坚守工作所面临严疫的风险。台北市海产分局12全面大清消，因为传出2名防治组交防官确诊，剩是1名交防官拜暗时运后听症状采检确诊，另外一个同事因为共办公室也被调回采检确诊。分局表示，组内其他8名员警 PCR 拢是阴性，今仔日开始会分流居家办公，感染源爱过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之前因为违反行政中立，帮黄珊珊助选洪记阁的台北市劳动局长陈信如，前一阵传出讲，伊伫2档内底请假806点钟，即马又搁风声讲，伊特别费的申报是有争议哦。虽然陈信如早起是批评讲，媒体是因为不满互劳检，才报伊的新闻来报复。也毋过中昼就传出讲，市长郭文地有讲哦，局长已经提出辞职咯，也毋过伊还未准。我拜托大家，特别也请各位媒体，不要伤害我的同仁，还有我的家人。我只能这样子说，一定会配合到底。局长，可是现在新的政府面对镜头，话嘛讲甲目屎紧要滴落来。进前台北市劳动局长陈信如因为伫上班时间违反行政中立，为有意参选下一届市长的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来助选，去政风处调查了，以公务员服务法行政处分记告一届，今嘛佫传出伊的特别费的申报冒争议。有几笔未到台北市劳工局的同仁，却在假日的林口或高雄去宴请，这听起来也不太合理哦。我们也会针对特别费使用是否不当、有贪污图利的情况，请政风处长做一个报告。后续也请他继续做调查。国民党台北市议会党团要求市政府来调查，敢有违法。另外，有媒体报道陈信如遗书，请台北市联合病院和平医区来协助伊的朋友来敲病房，佮伊的先生遗书规撇、财产申报等等几项争议。我会一直配合的。去接受任何的检视跟调查，但是狭怨报复和政治追杀到我为止。但是如质疑媒体报道是因为进前劳动局对这媒体来做劳检，所以去报复。另外，敲病房的代志是协助其他人转来的服务案。另外，伊拢有向监察院来申报财产。另外，伊的先生嘛，毋是去媒体指控的企业的头家，所以并无趁钱、无申报问题。记者张志雄、陈志新台北报道。
金管会伫去年8月份停止虾皮支付的服务，也毋过虾皮资金的往来是换做另外一间乐购虾皮来负责。今仔有民间团体就批评金管会失职，甚至有放水的嫌疑。也毋过金管会主委黄天宝是回应表示讲，一切拢是依法办理。不止用买物件，阁包办转销汇款。虾皮一个抢攻电商大饼，毋过虾皮支付去年8月电子执照被废止，金融业部交予乐购虾皮遭到兵团批评，金管会放水虾皮倒手换正手，继续无照经营。他应该要把他庞大的交易量、庞大的金流量来委外交给其他的业者来经营。但是虾皮竟然是把这个业务左手换右手的交给了他的另外一间公司，他可以任意认定停止支付、延迟支付，这是非常危险的。哪一天虾皮背革特定业者，会造成企业跳票。以虾皮2019年代收款项来看，超过法定日平均额度10亿。民团表示，乐购虾皮也无电子执照，因公司数十亿的金流无人管，呼吁金管会将虾皮金流业务委外立管。他转到一个第三方支付的公司，但是现在这些团体就认为这个公司跟他也有关系，这个我们每一年会去算他的标准，才会去要求他的。我们对外我们依法办理，没有任何可以被。我觉得我们坦荡荡的。不止虾皮金流引起争议，金管会调整金流入管的限制为10亿放零到20亿，相关法规命令已经送入法院审查，也被外界质疑替虾皮开后门。金管会回应，受第三方支付公司金额拢增加，所以才会调整入管的限制。记者综合报道。外界认为讲，美国的联准会今年会阁升6届的利息，可能会伫5月份升2码哦。咱国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今仔是表示讲，台湾是无必要甲美国同款来升利息，也毋过会注意国内外情况，才来做评估。营养通货膨胀，美国联准会持续以升利息来压制，市场普遍预估联准会5月份会升利息2码，因为台湾中央银行伫3月份的时阵对美国升利息。有立委烦恼讲，台湾目前已经因为疫情出现输入性的通货膨胀，物价高起。面对美国各升利息，中央银行敢阁要缀咧升利息呢？对联准会这个6次的升息做法与幅度，你认为台湾有没有必要跟进等幅的升息？有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本行呢会密切关注国内疫情的发展，考量国际原物料情势的变化。杨金龙回应讲，目前中央银行预估 GDP 成长4.03%，会阁看国际情形随时做修正。嘛预估第3季以后通货膨胀的比率会慢慢降低。面对立委关心台票的汇率，中央银行是表示，新台票为28块落价到29块的时阵，物价起的比率是会增加0.1至0.17%。不过到目前为止，物价压悬的幅度也算温和。台币贬值在今年常态化，这句话是对的吧？这个也不一定啊。它的一个要反转的那个情况是时常会发生的了。要贬值或是怎么样，这个是很难去说的。中央银行分析，目前因为罗西亚甲乌克兰冲突，互全球通货膨胀的压力加悬，加上国内物价要持续伫咧起，未来会采取缩安性货币政策的立场，来压制国内烦恼通货膨胀的心理，以持物价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大甲妈廖警伫4月7经过中华发生统一促进党的总裁张安乐涉嫌带头去抢桥，引起冲突，嘛造成警察受伤哦。中华的检方团员去说明，经过讯问，尾啊张安乐是以30万交保。伫客查某囝李家伟的陪伴之下，通促党总裁张安乐12日暗暝特别6点到中华地检署报道，要说明找到大甲妈伫中华市区交警所引起冲突的经过。张安乐提出相片指出，以前拢是穿正党的制服，今年算要求爱脱落来，不管警方执法有针对性。本来没有事嘛，就针对了他叫他，我记得他说叫他把背心脱掉，我说这跟防疫有关系吗？他说我是防疫，我说了算，我是法律嘛，他说了算。
代志发生在车九大甲马乱桥经过彰化市，伫通过民生地下道了后，中安路顺领群众甲党员接救，不过因为当地是警方管制区，警方因为防疫甲安全考虑拒绝，双方爆发冲突。中安路的客座囝李家辉提出影片，指控警方执法先过头。是不是警方执法过当？我希望把所有的影片都公诸于世，让大家来审判。冲突迄一天，李家辉甲叶先生吴金虎也伫现场甲警方呛声，才杀来杀去冲突。中华检方11发动拘查，两人获审了后，认为涉嫌妨害公务重大，分别以20万、15万交保。检方传唤中安路是要调查案情。目前传票是针对妨碍公务跟违反组织犯罪条例的部分。那目前检察官会针对相关犯行做相关的询问跟调查。经过将近5点钟的审问，检方认为张安乐涉嫌妨害公务罪嫌重大，不过无羁押必要，30万交保，涉嫌组织犯罪案件，依然爱进一步调查。事实上，那天是警察暴力，我们马上会对他们提告，所以先丑化我们，先羞辱我们。张安乐检察地检署接受访问时，佮表示，因感受检察官压力真大，罚30万，家己应理解，不过无保撤回，会互警政署长陈家钦将无面子。记者综合报道。我做过华东防卫指挥部参谋长的退休将军韩玉平，因为被指控讲挪用演习加菜金2880块来付餐费，被认定讲是歪稿，被判4当6个月有期徒。之前哪里立委嘛有来声援伊，也毋过华人分检署伫访谈各方报了后，有发现新的证据，今仔嘛向华人高分院提出再审。再三强调，家己无贪污前华东防卫司令部少将韩武平，因为被指控2015年汉光演习期间，用军中加菜金2880块来招待部属亲友，涉嫌贪污，互最高法院以现役军人职务上利用机会诈出财不罪，判处4年6个月徒刑，替代公款4年。核销的2880块钱，并没有进到我的口袋，核销支付款项的公文是由德禁指挥官批核的，一生奉献给国军部队将近40年的时间，那结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案件引起社会高度关心，那立会也质疑判决量刑是不是适当？花莲高分检认为，这笔加菜金当时有权协定人是部队指挥官，认定协销过程有问题，符合刑事诉讼法再审的救济途径。在分配加载金的这个承办人员，其实跟韩先生是有不同的意见。那整个争议的过程呢，这个刘先生是完全都知道的。那核定之后，发行部的主计单位是没有审核的权利。那也就是说，指挥官决定怎么分配，发行部的这个主计单位是没有讲话的余地。不过，高分检的认为，伪造文书部分依然存在，只会针对当事人提出新事证提出再审。高分院在收到申请了后，先对合法要件审核，那认定无理由就驳回，有理由者会裁定再审。记者综合报道。陆军军官黄志杰2当前伫军中可能被霸凌，后来自杀。刑事诉讼目前是拢无起诉。今仔家属早起开记者会，指控讲伊的手机啊、军用的电脑，军中拢无提供，检察官根本无法度查。立委嘛质疑讲，31页的行政调查报告说服国防部来做机密文件袂当公开，互外界是无法度来了解真相。不要再有像我弟弟一样年轻的生命消失。陆军中尉军官黄志杰伫军中调到，到即马2年过去，家属情绪激动，口讲黄志杰互中国霸凌往事，煞担无国军行义公道。针对刑事诉讼拢无起诉，家属提出10大疑点，其中作为关键证据的手机啊、军用电脑，拢因为无法度解锁，致使检察官无法度知影手机内容，甲有证人证明中国甲下士用为霸凌。不过，检察官认为无说明因事实地物，也无法度作为证据。军中要求他无限的工作，高压的环境，负荷工作量，不管我弟弟有没有吃饭、睡觉、洗澡、休息，
然后我弟弟长期在这种恐惧压力之下，没有人愿意拉我弟弟一把。家属向国防部申请国赔，协调会说一再延前。另外，军中管理不当致使黄志健超时工作，佫发生军中装备无够，被逼家己开钱买料件，一直到伊死亡进前，依然有30多件装备无补足。但这主要是一份30亿元行政调查报告，予国防部列为机密，无提供予家属。立委有关声音批评是家丑不可外扬。死亡之前，从办公室到他的地方要来回16次，来回16次这样来霸凌他。在这份报告里面的确写了，他有被霸凌，他有被凌迟。那因为侦查的主导权就全部都在检察官那边，那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配合检察官的指挥。国防部回应检察官主导司法调查，军方是作为协调角色，比这批将过错释予检方，家属甲立委要求重启调查。台湾陪审团协会指出，每年有10几件军冤案，无改善管理制度，军犯就一直发生，因为爱重视军犯委员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纽约的地下铁，昨有一个挂风度面大的查甫人哦，甲烟雾管啊等入去车厢内底，人就入去车厢内底乌白开枪。目前知影尚无造成20外人受伤，现场是乱糟糟，嫌犯嘛逃走了。目前是认为这应该毋是恐怖攻击，当地警方嘛当个抓人。列车进站开门了后，民众叽叽叫逃出来，烟雾探甲月台，阁听到连续庆声，有人骹步无稳，互人插入行出车厢，阁哀哀叫，有人行几步就倒落去，也阁较侪人摆骹行出车厢了后拍一个涂骹。月台顶悬4个人看到火者，车厢内底这查甫人直接倒地，也阁有一个查甫人倒伫椅仔顶悬。另外一车车厢有人听到庆声，想要拍开连接车厢之间的门。根据真正嘅媒体报道，列车开向布鲁克林36个车头，到站的时阵慢慢进入月台。这时阵，一个伫风度面骹穿工人甲的查甫人，疑似伫开枪进前，先拼出一个烟雾管啊。I saw a lady, she was shot right in her leg. She was screaming for help. 警方表示，嫌犯在逃，发布资讯恶妄市民主义个提供。虽然这是一个暴力事件，但过伤者无人有性命危险。There are currently no known explosive devices on our subway trains, and this is not being investigated as an act of terrorism at this time. Reported as a male black, approximately 5 feet 5 inches tall with a heavy build. He was wearing a green construction type vest and a hooded sweatshirt. The color is gray. We would not allow New Yorkers to be terrorized, even by a single individual. 发生枪击案的前一天，美国总统拜登才宣布释出枪击管制上新的版本，针对无属乎或者是私人组装的枪，要严格管制。虽然大部分的美国人赞成，但过法律无够严格，加提枪权受宪法保障。枪击买卖增加暴力问题也真多。根据美国枪击暴力档案网站，每年有差不多4万人互枪断死，包含自杀。今年纽约市枪击事件增加，市长亚当斯1月上任就面临这大问题。甲4月初3已经有296件枪击事件，去年同期是260件。公司新闻恩文玲朋友。再来看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拍要50天咯。美国总统拜登昨是讲，罗西亚的侵略是要对乌克兰整族灭绝。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昨嘛表示讲，已经掠到乌克兰亲近罗西亚的真好几个议员，梅德韦楚克哦，嘛拍算要用这个议员来交换连接。美国总统拜登12日伫爱荷华州讲到，国际油价起价原因就是俄国入侵乌克兰战争所造成。佮第一摆指出，俄国伫乌克兰军事行动就是种族灭绝。Your family budget, your ability to fill up your tank, none of it should hinge on whether a dictator declares war and commits genocide in half a world away. 拜登也同时宣布，为稳固国际油价，未来6个月，美国逐工拢会释出100万桶的战备猪油。拜登上紧会伫13宣布，佮对乌克兰提供7.5亿美金的军事援助，抵抗俄国入侵。第12个活动结束了后，拜登也搁一摆确认种族灭绝的讲法。Yes, I call this genocide because it becomes clearer and clearer that Putin is just trying to wipe out the idea of being between Ukraine.
另外，伫乌克兰境内伫首都基辅30公里外发生俄军屠杀惨案的布查镇，当地居民咧哀悼，互俄军围攻期间不幸病死的太太。倒落行的太太玛丽娜待伫家己厝内后边，观察拢是用纱涂碎片斗的。6岁后生维拉德已经渐渐清楚妈妈过身。伫个厝边耍的时阵，也佫讲出会轰炸临时乌克兰人这话，也显示这战争已经伫小小心灵当中留落阴霾。另外，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0日证实，国安局逮捕亲为乌克兰后裔机关梅德韦楚克。泽伦斯基要求用梅德韦楚克甲俄国交换乌克兰政治。甲普廷关系密切的梅德韦楚克去年5月被以涉入国家机密和俄国的叛国罪遭居家软禁，暗过俄战争爆发了后第4天，一直为大个所在逃走。另外，德国总统施坦迈尔10日证实，伊有意甲波兰甲波罗的海国家总统斗阵访问基辅，暗过和乌克兰政府拒绝。施坦迈尔过去担任德国外长的时阵，就保持对俄友好政策。2014年5月吞掉克里米亚时阵，伊佫大力推动去北溪2号天然气管线。虽然伊最近表示，迄时阵伊错过情势，暗过依然和乌克兰列为拒绝往来户。国际新闻竟然欠评析。美国国务院昨公布上新的人权报告，点名中国甲罗西亚等9个国家侵害人权民主，佮列出中国24项违反人权的行为。另外，互中国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档的人权工作者李明德，国防代办早起是证实讲，伊的刑期就要结束了，会甲伊放出来安排伊返来台湾。美国国务院10日公布上新人权报告，点名中国、俄罗斯、北韩等9国侵害人权民主。其中有关中国报告有90页列出北京当局24项重大人权侵犯行为，包含关押政治犯、严重限制言论、新闻甲行动自由等，也关切新疆的种族灭绝行为，批评损害香港自治。For many years running, we have seen an alarming recession of democracy, the rule of law,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In the time since releasing our previous report, that backsliding has, unfortunately, continued. 布林肯表示，有真侪所在对民主人权的尊重愈来愈歹，互人烦恼。另外，报告当中有关台湾的部分，评估伫大部分区域表现真好，暗过继续关切记者遭刑事诽谤罪威胁的问题。另外，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2017年互中国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最近是不是如期释放返来台湾？国台办13有肯定的答案。李明哲将于近期执行5年有期徒刑期满，依法释放。有关方面近日将安排李明哲返台。马晓光指出，自2019年疫情发生以来，伫防控期间暂停所有罪犯的亲属违建。李明哲刑满1期，有果是伫14。陆委会进行的呼吁中国应该赶紧告知李明哲释放返来台湾的具体日期，落实保证李明哲的各项司法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印尼的国会昨通过妇女团体争取10档的性暴力法案，未来印尼受到性侵害的受害者，总算有法律会当保护了，凶手嘛会受到处罚。Rancangan undang-undang tentang tindak pidana kekerasan seksual dapat disetujui untuk disahkan menjadi undang-undang. Setuju. Yuk. 一推录音，国会议堂后壁的女性徛起来拍扑克，欢喜甲双手举起来。望今后若是阁有女性遭受到性暴力的对待，唔免都当作迄是恁兜的代志，施暴者会面对法律的制裁。Ya kita juga harus menjaga diri kita sendiri. Itu perlu. Percuma kalau misalkan dari pemerintahan yang menjaga kita, tapi kitanya tidak menjaga diri kita sendiri. 官位人士表示，伫印尼有关性暴力的报案一直增加，因为嘛无专门的立法，要起诉性犯罪者，往往程序复杂，受害人伫个审讯的过程感觉见笑，唔敢讲出来。根据新法，无翁仔者也是讲非翁仔者性虐待施暴，上悬会当处12年徒刑，性剥削判15年，包含当分在内的强迫分配，上悬会当处
9年徒刑，无伫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散布性内容，会当处4年徒刑。被定罪做施暴者必须爱支付赔偿金，当局嘛必须提供受害者咨询服务。妇团等相关团体10年前就提出这项立法，2016年提出草案，不过立法的过程一直在延前。那mungkin masih awal-awal ya. Mungkin kalau untuk mau diubah lagi untuk lebih sempurna mungkin. 嘛有人认为性暴力法的范围有限，简单涵盖一般讲的性犯罪，并无关系强暴的具体条文。政府表示会把这部分的犯罪条款，伫其他的法案内底甲纳入。这项法案进前建议甲提囡仔包含在内，并且对强暴有更加明确的定义。Untuk selama 2 tahun ke depan, karena itu yang dimandatkan di dalam undang-undang bahwa pemerintah harus setidaknya membuat peraturan turunannya. 去年发生一个伊斯兰寄宿学校的教师性侵13个学生事件，引起公愤。总统佐科威伫1月呼吁国会延签真久、真侪年的性暴力法案，都要紧的通过。公司新闻黄韵玲编译。高雄公山的嘉兴东路，佮有大埔里街附近有真侪工厂，逐工拢有拖板车、大货车出入，所以附近的路常常拢防地歹。对汽机车来讲路真歹骑又高危险。居民希望讲会当赶紧有一条安全的道路。画面顶悬规条路一个拢是布过的痕迹，这是高雄公山的嘉兴东路2段。实际来到现场看汽机车行车状况，车经过布过的路段拢会一直渗，加上这个路段车速普遍真紧，互骑机车的民众感觉真危险。因咧骑的后头仔拢会啊，加减拢会啦，拢会错来桥。啊，讲用布的尔，你无看拢布啊一地。这边比较有大车会经过。所以常常会把那个路压坏这样。但附近的路路唔拿这条嘉兴东路2段附近的大埔二街嘛是，因为这一带有100几间螺丝顶工厂，规工拢有载原料还是载货的大货车出入，动车一直到造成路面常常有空甲破损，但会使一直补。开这条路就亲像伫坐船共款渗的。很多民众都在反映说这条路很烂。破洞太多了，一直补。道路总共差不多1.2公里，挂20公尺宽的部分，挂约需经费差不多1920万。在这部分，我们已经有纳入前瞻里面的争取经费的项目里面。市府表示，无改善进程会加强做防震切挂，希望保持道路平顺安全。但因为附近出入的大车常常超载，互用工处嘛感觉真无奈，但会使呼吁用路人针对驾驶行为做相关的改善。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来看宜兰国小幼儿园出版一本故事册，叫《东东的东东墙》哦，内容是讲旧社区一寡工艺师傅的故事，嘛有讲到宫庙甲歌戏的文化。最近哦，佮互国际书店选做册单，毋若讲希望故乡的囡仔知影在地历史故事，嘛望讲愈较侪人拢会当来了解宜兰的文化。面乌噜噜的下巴甲落巴啊，真严威，一般囡仔看到会惊。毋过宜兰国小附设幼儿园的囡仔，毋惊，佮感觉讲七爷甲八爷形象真古锥，来扮演这个小神将，跳神将舞。这是幼儿园老师甲6本绘本来取材，甲宜兰东岳庙出境，还佫有古早的这个美食文化含歌戏，用古锥插画，互囡仔来挖达认捌家己的家乡文化。我们一直在读国外的，比如说迪士尼的白雪公主啦。然后我们一直有点是好像是被殖民了的这样子的意味，但是我们很少缺乏我们自己了解我们自己家乡的故事。宜兰国小附设幼儿园伫2015年开始刷咧来做绘本，主要是想要互囡仔来了解家己家乡故事。其中一本绘本《东东的东东墙》，还佫得到德国、墨西哥，还佫意大利国际书店的精选书籍。上国际舞台，幼儿园的老师除了讲用这做乡土教材，还佫透过实作，带囡仔来参加庙宇绕境，互囡仔更加来深入学习。这是安菇粿，安菇粿好不好吃？安菇。他们其实大概都是3岁、4岁左右，最大也可能是5岁。可是问题来了哦，跟我们这些大人在绕境的期间当中的话，他们既然都不会累，而且都兴致勃勃。宜兰国小的地点就拄好伫宜兰市旧城这块地啊遮，学校的老师亲入在地来找珍贵的文化、历史文献，互幼儿园班会当伫遮更较乡土、更较在地来认捌家己的家乡，嘛来参加庙宇文化，通互外界来看到乡土甲在地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
虽然真侪人拢会用酒精打洗手，也毋过医师建议讲，上好嘛是用扇梅来洗手合清气。医师就讲，今年的2月，过来1礼拜得到急性肠胃炎，都有11万人次哦，所以医生提醒嘛是爱常常洗手。去到公共场所，只要是会互人摸到的所在，就摕酒精喷两个消毒，保家己，这已经变作是防疫的日常。不过，吉米病院统计发现，就算有咧注重消毒，今年2月因为急性肠胃炎挂急诊的，都572人次；3月嘛有528人次，无减少的趋势。那可能大家忽略说，肥皂洗手也是有一个重要性，因为我们对于病毒性肠胃炎最常见的一些诺罗啊、轮状病毒这些的话，洗手的话，我们用酒精来洗手，它的效果是不好的。我们一定要用肥皂洗手，才能把这些病毒来去消除掉。这样。为了补统计，今年2月过来1礼拜去治疗急性肠胃炎去病院的，都有11万人次。这表示讲，多数民众有咧拼防疫，嘛无一定挡会掉其他病毒咧传。医生讲出其中的关键，民众防疫观念虽然有进步，也是有可能看清用水洗手的重要。出门都会带酒精，到任何场所或是到摸到东西，都是赶快帮小朋友消毒。这好像变成有一种强迫症了。但是有时候出去外面工作，方面没有办法洗手，然后还是会带一些像是抗菌类的啦，或是酒精喷一下。但是如果临时有遇到一些可以洗手的地方，还是尽量会以洗手的方式比较安心。虽然讲多数急性肠胃炎是病毒感染，爱以防止脱水甲电解质流失的关节来医治，但医生也提醒，千万莫家己去西药房买便药，耽误着治疗。洗手就正经爱用湿文、呛水、呛互清气，才通真正防止染病。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医政的心脏团队最近研究出一款新的治疗方式，会当用导管来补心脏的瓣膜，唔免开刀，特别有上大的空喙，可以当缩短手术的时间哦。咱做伙来看卖。补肾是即马逐工拢会当去运动，嘛拢困会加济。毋过因过伊捌治疗扩大性心肌病变，造成重度的心脏衰竭，也佫有2针瓣膜拐袂麻，心脏的血液流的情形真严重，连坐咧都喘鼻鼻，逐工拢袂困哩。已经伫咧评估要做换心的手术，毋过经过医疗团队去年用导管的方式做心脏的2针瓣膜修补的手术治疗了后，生活品质是差真济啊。将近8个月，非常的舒服，也没有再喘。现在每天保持运动1万步，走1万步。因过若是要换心脏的瓣膜，或者是甲补起来，都要为心脏开刀，或者是为心脏下骹是开一孔，甲瓣膜镜仔放入去。毋过，这2种拢会造成心脏静脉的伤害。手术了后，心脏收缩的功能嘛会变较歹。即马从一支讲入去心脏内底做修补，或者是换瓣膜，就算心脏伫咧跳，嘛会当共一个时间做手术。手术的时间嘛缩短真济。比较起来的话，传统开心手术我们可能要住2个礼拜到3个礼拜。那心导管的话，其实快一点的话，大概2-3天，基本上立刻就改善了。如果还是需要换心的病人，那事实上可以有效延长病人等待心脏的时间。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有将近50%国外的资料，事实上可以就病人不用换心。目前台湾每1年差不多有2500个人接受换心脏瓣膜的手术。若是用人工做的生物组织瓣膜，平均会当使用10年至15年。不过，若是到期啊，就要搁一届为心脏开刀来换新的。台北荣总表示，透过新的手术的方式，会当让病人唔免搁一届承受心脏开刀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政府向环保署争取经费，要针对大溪里的排水做改善哦。未来则嘛要做一个水环境教育园区，和社区有一个结合环保教育加休困的活动空间。邮局是民众遛小孩的好地方。学生囡仔了解教育园区的设备甲功能，这个新启用的水环境教育园区，唔但替社区增加活动的空间。嘛，改善一直以来因为废水产生的臭味问题。那我们不是只有把这个河川的水质把它改善了，其实这里头还包括我们把生态的保育把它找回来了。嘉义市大溪社区的鼻毛卡排水，因为家庭废水甲农业排水的影响，长久以来拢有臭味的问题。即马透过社区市政府甲环保署的合作，用真简单的方式，
若改善水质的问题，嘛加做水准款的教育环境。改造之后，不管是我们在地居民的生活环境也好，或是种植水稻的那个稻子米的品质来讲，都一定会有很大的改善。水质改善了以后，我们的生态所有的生态就是整个都活化了，甚至更重要的，我们成为一个环教的一个区域。市政府环保局讲，这个园区的涂骹底有利用土刷接触拍气来净化水质，顶面阁有民众会当使用的施设，嘛已经甲大厦合作，要来让这个园区发展做水循环的教育基地。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瑞典希望在2030年，互国内线的航班会当改用电动的飞行机哦。最近伫当地就出现头一个备份电动飞行机技术的课程。这台2人座的电动飞机正伫咧充电，机头机舱拢有一粒电池，用再生能源充电，半点钟就能充饱，会当伫咧天顶飞50分钟。目前，这台电动飞机已经得到官方认证，是第一代电动飞機訓練機。Many persons are interested in flying, but they're also interested in the technology in flying, and especially the green technology. We also think that the airlines are very interested in this green technology, of course, because of the flying industries ne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e environment too. And this is maybe a first step. 伫瑞典北部的列式飞行学校，按算伫咧今年5月时阵，要第一遍开训练班，培养电动飞机技术，准备伫咧2030年，瑞典国内线航班拢袂可用石化燃料。On average, a student flies up to 200 hours during the training, minus a couple hours in the simulator. 想要通过飞机民航运输驾驶员的检定，受训的技师才会达到指定的飞行时数。训练期会能到20个月。不过目前电动飞机的机型较少，所以学校就会利用生物燃料做动力的飞机来加强学员的航空知识。To do a full ATPL education, you need to train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planes too, and that will be ordinary airplanes. As soon as there will be electrical ones, we will change our fleet to these kinds of airplanes. 若要让飞机完全拢用电伫咧飞，就要克服电池的问题。电池的容量要有够大，机身也袂当伤过烧。伫咧长途飞行时阵，拢要随时保持有电。There are no large jumbo jets that are electrical, and it's not like they're going to come anytime soon either. 伫即卖的电动客机，抑阁无法度互大型客机用电池来飞，不过一寡低度的会当用小型飞机试点来飞。飞行学校讲，若是有更加侪制造商研发生产，未来的发展正大。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再来看世界第一高峰珠峰，逐当的春天哦，因为是爬山的季节，当地业者会派出专业的带路团队，嘛先甲一寡爬山需要的绳啊、佮楼梯，拢先固定好势，提供爬山人一条安全的路。详细检查爬山的锁、安全扣、上树桶，由团旗爬山向导卡米瑞塔雪巴率领团队，搁一摆加速今年珠峰春季登山季展开进行的先遣部队，载一栋的物资，要去海拔5000多公尺的珠峰南坡大本营，准备固定位置和营地，通往珠峰甲世界第4高峰的落珠峰顶。沿路的锁甲推啊，确保爬山人一路平安。काम भने धेरै सोच छैन तर फिसिङ भने काम भनेको चाहिँ एकदम गाह्रो काम हो यो चाहिँ मान्छेको चाहिँ ज्यानै जिम्मा लिएर आफूले चाहिँ मान्छेको रिस्की नै भोगेर आफूले गर्नु भने भोलि त्यहाँ एउटा चाहिँ गाठो बिग्रियो भने एउटा चाहिँ त्यहाँ अलिकति चिसोको भयो भने सबैले हाम्रो टाउकोमा पखाउँछ होइन त्यही भएर यो काम चाहिँ सजिलो त छैन त्यही भएर नि这爬人团队拢是经验丰富的雪巴人爬山向导。51岁队长卡米瑞塔去年完成个人第25摆珠峰登顶，是世界纪录保持人。今年要挑战第26摆。共同领队宋娜去年冬天完成人类第一摆伫冬天登顶世界第1高峰 K2， 是新生代向导当中的上赞的。就算上了解这个山脉团队，也爱用几啊天的时間，才将全部的锁拢固定好，因为伫爬山人到进前，先到山顶做好准备。एकदम जोखिम छ यो चाहिँ एकदम यसमा चाहिँ एकदम रिस्की छ यसको लागि चाहिँ एकदम हामीले पनि अब भन्नुपर्दाखेरि हामीले जबरजस्ती गर्नु पनि सक्दैन हामीले चाहिँ यसको बारे यसको सम्बन्धी बुझेर नै
कति मिटरमा कतिवटा एङ्कर राख्नुपर्छ अनि एङ्कर कसरी बनाउनुपर्छ कति सेन्टिमिटर स्ट्रिपमा कतिवटा एङ्कर थाम्छ त्यो सबै नलेज हुनु卡米瑞塔团队要伫4月底进前完成所有固定修复工作，方便规个5月用带队上山。另外，伫东部实境边境的世界第3高峰，感谢冲家峰的所有修复固定团队已经出发。虽然今年疫情转好，不过俄乌冲突正造新的变数，可能让部分欧洲甲俄罗斯客户暂停伫春天挑战珠峰。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下晡报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9度；外岛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